乡亲啊，一年前的4月初3，花莲发生大地震。一年后的今仔日又搁地震，伫晚到11点47分，台南关田发生4.9的地震。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关田区，那它的最大震度4级，4级的发生的位置是台南市善化、嘉义县义竹、嘉义县太保。那其他地方分别是3级、2级、1级的震度。那目前看起来，这个地震的发生的位置，距离东边的大埔地震的这个余震的发生的区域，还有它的大埔地震序列的发生的区域是有一段距离的，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震是一个独立的事件。那因为这个地震它发生的深度很浅，所以就民众来讲，因为地震发生的深度比较浅，民众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震荡。以目前来讲，我们会判断说，在未来的3天，有可能会有规模4左右的地震会再发生。这个地震影响到2班当日行驶的高铁，高铁是马上停车。高铁讲已经成立了紧急应变中心，检查路线是不是有正常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